立法院新的会期今仔日开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施政报告，讲咱的国会是人民的希望，唔是战场。也毋过因为 NCC 的代理主委王必忠也来质询，民众党团是真不满意。另外呢，这黎巴嫩的真主党用的 BB 扣，互人讲作是来自台湾。杜英泰是强调，即马国安单位已经在查假的消息。 民众党立委也摆抗议阻碍议事进行，立法院新会期20开议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带部会首长施政报告，而且化团结合作，打造幸福台湾为主题，强调国会是人民的希望，不是朝野的战场。啊，不过因为 NCC 代理主委洪必忠嘛列席，引起民众党团的不满，当场抗议。 国民党团虽然无成员，啊，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是宣布先休困沟通。另外，最近黎巴嫩真主党引起爆炸所使用的 BB 扣，牵连到台湾金阿波罗公司，杜英泰谴责这是恶意的连结，强调国安单位已经在查这个假消息。把这件事情跟台湾的厂商，甚至台湾的政府做恶意的连结，这个部分非常不应该。那么，国安系统、国安单位也已经就这个背后 假消息、假讯息的来源已经开始追查，那么我也希望国人不要以讹传讹。检调嘛介入调查，金阿波罗公司的负责人柯清光互人约谈，询问了后，20透早如令请回。经济部长郭志辉嘛表态，这个公司所生产的 BB 扣所有的零组件是被爆炸的，认为台湾厂商是无缘故去互人牵连到。可以很肯定的讲，台湾生产的这个 BB 扣是 不会爆炸的，里面的零组件就是比较低阶的 IC 啊，然后电池啊，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爆炸。我们可以肯定的讲，不是台湾生产。我想把事实厘清，那国际媒体也逐步的了解，那我们就是呼吁外管提高这个注意这个安全。 对央行19宣布第7波房市管制，提出包括名下有房产的民众，申办房贷无提供宽限期等4大措施，一旦讲历史上上界严重的打炒房。啊，不过杜英泰是讲，唔是打房，是打炒房，希望会当有效减少炒房的行为，帮助房市会当正常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